讲过很多遍，是这样的。你们每天问，我就每天再 repeat 一遍。这个当事人呢自己出来说明清楚就好。我也知道那个说将近3000亿的债务不是陈菊一个人造成的，我也知道。但是在他的任内，到底增加了多少债务，是用去哪里？还有当时的这个自偿性计划是怎么写的？还有这个还债计划是怎么写的？还有这个现在1年利息要多少？还有现在这个债务，你看对高雄市政造成的影响是什么？还有一个，其实还有一个真正大家面对的这种债务，你知道吗？恐怕最后还是要中央出来善后。那这是，所以老实讲，因为我自己是当台北市长嘛，我知道那个债务的利息大概会有什么影响。那所以这是高雄市政要很诚实去面对的问题。那据统计啊，高雄人的负债是8.84万的，那比双北还高。你认为全局要不要？你们要抽号码牌。批成局已经收到成效，因为民众党就高虹安说，你现在跟蔡总统的声量呈现黄金交叉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不，其实不管怎么样的，你没有参加总统大选，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都一日行情的。其实我也是做大数据的。蔡总统其实韩国的声量还是最高，蔡总统第2，我常常是最到第3，有时候会掉到后面去。比方说有时候吴思怀就在我前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，我们不是在拼那个声量，我们倒是很诚实我觉得觉得是这样的哦。地方财政化那个中央地方财政化制啊，我们也不是说不能修，但是大家就讲清楚规则点啊。我觉得我们台湾终究我们还是要迈向一个法治国家，就是说你不可以先说啊这财政划分哦不公平，所以我就不遵守规则，没有那一回事。法律不对的话，那法律来修，不是法律定在那，那大家都不遵守，那到最后变出问题了。我非常清楚的，现在高雄的这个因为预算的关，因为它负债这么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的预算执行就开始变显缩，钱就这么多嘛，你还缴这么多利息，所以很多事情恐怕最后是中央政府要出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高雄现在负债了高雄现在平均负债8点多万，高雄人现在平均负债8点多万。那您会认为说，因为高雄又欠了3000亿的话，那这样陈菊该道歉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道歉不道歉的，这就过去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，反正就拼命举债嘛，讨好大众，然后是一下子拍屁股就走了。问题是那问题没有解决，我倒觉得这样，债留子孙是一个很淡的文化。这个文化也不是说谁的错，那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是在高雄太明显了，太过分了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样你有后悔？那才签约是为了选举考量。没有选总统吗？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只能批来批去，然后高虹安说现在因为没有母鸡，总统的母鸡，所以选的比较辛苦一点。其实这样的哦。我们还是，其实我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。我也认为说，台湾目前的状况，你知道，也不是换一个总统就可以解决。更重要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、文官制度这种基本结构要改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已经换了3个总统了，问题是台湾也没有变好啊。可是一些总统的议题的交锋，您都没有办法参与。但是这样的，我们作为一个国民，我们还是讲出我们的意见的。其实是这样的，作为台北市长，那声量已经够大了。我们只是看到不对的地方，我们提出来，但是也不要用说这是选举语言就把它改掉。有些很像这样，6度总会是对的，膝盖下知道那一定不对嘛。这台湾的国土规划就是有问题了。问题是有问题的东西总会在台湾出现，这才是我们要检讨的。高雄的负债只有高雄吗？苗栗不是早就破产了？脏话岌岌可危问题是这种财政不可以这样搞是吧？所以有变成这样，法律应该是说，应该对守法的应该是要有好处的。如果我们都很认真在遵守财政纪律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是不遵守财政纪律，我就来开始花中央敬老金才8亿而已，我何必去节省那8亿？我花的万万民调很高，可是不是这样干的嘛？我们不可以再有子孙嘛？这个还是。所以这种国家长远的问题这是牵涉到政治文化，还是要诚实面对。我是建议小英你这样，干脆叫陈菊出来说明了，反正该面对还是要面对。你不能说这选举员那就躲起来了。这个拜托，你小英没迎接人，你都在处理。市长韩国瑜不满自己遭抹黑，说猪八戒们不道歉，用猪八戒这个词，你觉得妥当吗？这哪有什么戏啊？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不知道是这样的猪八戒还好，这个孙悟空猪八戒这个什么问题？好，谢谢。是不是有？